朋友們，歡迎嚟到人生遊樂無限公司 Bunny 嘅頻道啊！今日貪玩嘅 Bunny 出咗金鐘，專登衝去睇維港海上大巡遊，然後喺中環坐船去珀麗灣、夜訪馬灣1868睇水燈。想知道現場有幾正？快啲跟住我出發啦！馬上去片！我哋搭港鐵去到金鐘站，本來可以從 A 出口海富中心行過去，不過為咗影呢個 logo，我哋專登行去 E 出口寶達街出，打完卡先行返去 A 出口，過咗天橋直行去金鐘添馬公園。要提提大家，如果想入去巡遊市集呢，記得預先買定門飛排隊入場咯。市集入邊有打卡位，仲有小食同埋好多款 IP 紀念品，有啲仲係珍藏版，喺呢度先有得買㗎。但係如果大家好似我一樣，淨係想睇嗰4隻海上巨型雕塑，就唔使錢啦。喺市集右手邊直接行出去，一路行到中西區海濱長廊，向海邊一望，哇！4隻可愛到爆嘅卡通人物以維港做大浴缸，好開心咁喺度浸緊浴啊！大家睇下，坐喺Donut水泡上邊嘅La Popo，瞓喺水泡上面嘅滑嘟嘟，Elmo 都瞓喺水泡上邊，抱住豆沙包嘅哆啦 A 夢同哆啦美。第一日就好多人啦，點解咁旺嘅？可能係因為星期六啦，亦都可能係因為大家記得當年黃鴨漏氣事件，好驚錯過咗呢幾隻大佬啊，所以先睹為快咯。講真，呢4隻入邊呢，我最中意就係La Popo同埋哆啦 A 夢，你哋又最中意邊隻啊？佢哋喺日頭同夜晚嘅感覺係完全唔同 feel 㗎。日間喺藍天白雲之下固然靚到唔捨得走啦，但係一到夜晚，襯埋維港嘅燈飾，畫面就更加醉人啦。重頭戲呢就喺11月1號，嗰幾隻雕塑會組成藍隊，沿住維港兩岸巡遊，畫面應該都幾震撼㗎。想睇嘅朋友仔就要留意時間同埋地點啦。打完卡，我哋就向中環方向行。途經美酒佳餚巡禮，好似都好多嘢食，好多嘢玩啊！不過我哋就唔入去啦。我哋行去中環2號碼頭，搭6點半嗰班船去珀麗灣，船程約莫半個鐘，好快就到啦。出咗碼頭之後，左轉，沿住海邊一直行，穿過橋底，經過馬灣公園，再過咗馬灣警署同埋消防局，冇幾耐就見到馬灣1868嘅指示牌啦。今日係星期六，再加埋有活動，馬灣明顯比平時熱鬧好多。我哋去到嘅時候大概7點3，仍然好多食肆仲開門營業，想食嘢完全唔使愁。行過咗第一排食肆之後，突然間眼前一亮，哇！見到水燈啦，一盞盞四四方方嘅水燈飄喺水上邊，就好似一堆彩虹糖散落在海面上一樣，又幾浪漫幾得意啊！聽講放水燈可以祈福消災，又可以感恩大自然嘅恩賜。試想下，將啲煩惱放出海，隨水飄走，呢種治愈感又真係幾正嘅。其實呢個係馬灣1868主辦嘅活動，叫做點亮馬灣，淨係得10月25至26號2日㗎咋。喺嗰區任何食肆3號消費滿100蚊呢，就可以去指定嘅地點換一套水燈材料，自己親手做一個水燈，仲可以喺上面寫上希望同埋祝福語，然後喺晚上5點半至8點親自放水燈。趕時間嘅話，又或者可以交俾工作人員代放嘅。由於名額只有200個，所以現場見到嘅水燈數量唔算多。不過200盞放埋一齊，嗰種細碎又溫暖嘅燭光又幾靚嘅。欣賞完水燈，我哋就趁住夜色夜遊馬灣。廣場上邊有好多小攤賣緊各種小紀念品，仲有人邊唱歌，好有氣氛啊！夜色下嘅壁畫一啲都冇失色。不如上去 Art Gallery 嘅3樓，從高角度睇下馬灣1868，視野真係好正啊！我之前嘅短片都有介紹過，馬灣1868其實係近海嘅漁村小屋，由於政府收地發展而荒廢，後來政府將呢笪地以海島歷史保育為理念，重新打造咗一個海島藝術社區，仲火速成為打卡熱門地點添啊！
又順便行下 Art Gallery 嘅室內啊。藝術品呢家嘢呢，我就唔係好懂啦。咦，睇嚟之前係搞過繪畫班喎，有啲都畫得唔錯㗎。跟住我哋又去參觀認識馬灣，入邊有簡單咁介紹馬灣嘅歷史，睇完就真係長知識啊！散完步，我哋就返去臨海廣場搭 NR332返葵芳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讚好呢條片同埋撳下個鐘仔啊！希望下次有更多好玩嘅地方介紹畀你哋啦，拜拜。